Hello， 大家好，真房源真價錢，歡迎收睇我哋嘅頻道，我係龍興置業阿豪。而家我哋去嘅係新寮市場呢條街呢度，右手邊咧係個公交車站，公交車站嘅對面咧係新寮市場。新寮市場咧係林森片區裏邊最大一個綜合市場。而家行到呢度，對面咧係個發到家超市，底商啊、咖啡店啊、服裝店啊，全部都係開齊晒嘅。再往前面走咧係一個新會都購物廣場，嗰度咧會有一粒酒店同埋一個4層嘅一個商業綜合體都係開嘅。而家正對面咧係一個產業園。我哋今日睇嘅係咩小區咧？係和對青年大廈，3.8公里咧去到沙田站，10分鐘嘅一個車程。公交站咧係4站可以直達嘅。而家跟住鏡頭去小區裏邊睇睇。而家到屋苑裏邊呢套係38.15平方嘅帶陽台嘅單間。而家業主咧係22萬可以出嘅。我哋跟住鏡頭睇睇。而家總價呢套房38.15平方，業主22萬可以出。優點好明顯，就係離深圳近。第二個咧，生活方便。缺點咧都講一下。我哋戶數比較多。如果對呢套房有興趣嘅話咧，可以隨時聯繫我哋 WhatsApp 嘅，關注我，帶你睇盡惠州靚房。